根据着内政部统计，这新德县12岁以下的囡仔人口呢，占的比例是全国第一。为了要培养囡仔阅读的习惯，新德县图书馆结合着13个乡镇，做伙来推广阅读活动。伫9月进前呢，去到县内的图书馆，只要超过3本册，就会当领到礼物。另外，有搁再规划着这行动图书车巡回活动，鼓励囡仔大家做伙来看册。 小朋友，你看看这车子，有红色的车子，有黄色的车子，还有呢，这个是什么颜色的？老师讲故事，互大家听，囡仔拢听甲真认真。现场阁有袂少适合囡仔看的册。家长讲，阅读对囡仔是真重要，若是一旦陪踮囡仔身躯边做伙读，效果更较好。我会自己陪着他读，因为小孩子他定性不够，所以我就会在他旁边啊，跟他解说之类的，让他对阅读产生兴趣。小朋友的阅读等于是他们的视野借由书本拓展开来，也奠定以后他们去探索世界的一个基础。你喜欢看什么？恐龙。为什么？因为恐龙很漂亮。你喜欢爸爸妈妈跟你一起看书吗？喜欢。根据内政部上新的统计，新德县12岁以下儿童人口比例全国第一。为了让囡仔有好的阅读习惯，新德县除了举办阅读送好礼活动以外，更用行动图书馆的概念，赛车去各乡镇，让偏乡的囡仔来当来借册。阅读现在也非常多元哦，不是只有纸本的阅读，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，除了书籍之外，我们也开了非常多的系列的讲座，包含就是婴幼儿的说故事，然后还有邀请就是亲子专家来到我们的图书馆来做讲座，这些都是阅读的一部分哦。活动佮特别参出版社合作，邀请绘本作家到现场念故事，予大家听，希望让囡仔自细汉就培养阅读的习惯。记者刘君和新店报道。